領土100。還有20天，我們要同心禱告，聖靈，我們歡迎你。第80天，誰曾測度神的靈？以賽亞書40章12至31節。誰曾用手心量諸水，用手虎口量蒼天，用星斗盛大地的塵土，用瓶稱山嶺，用天平稱岡陵呢？誰曾測度耶和華的靈，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？他與誰商議，誰教導他，以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將知識傳授與他，又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？你們究竟將誰比神，用什麼形象與他相較呢？那聖者說：你們將誰與我相比，與我相等呢？你們要向上舉目，看是誰創造這萬象，按數目領出他們，一一稱其名，以他的權能和他的大能大力，使他們一個都不缺。雅各啊，你為何說？以色列啊，你為何言？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，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。你豈不曾知道嗎？你豈不曾聽見嗎？永在的神耶和華，創造地極的主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無法測度。疲乏的他賜能力，軟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讓我哋一齊禱告。神的聖靈啊，你是奇妙和奧秘，誰能像你？誰可測度你呢？萬有都不可與你相比。求主讓我們看見聖靈的作為，其偉大使舉世都震驚，其卓越使謀士智者都折服，其能力使君王都拜服。聖靈啊，我們真歡迎你，我們靠你就必重新得力，我們因你就能克勝軟弱和困倦。聖靈，我們歌頌你，你是我們的力量，是生命能力的源頭。阿門。誰曾測度你？聖靈奇妙的作為，你的能力不稍縮退，誰都不可與你相比。凡等候你，必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生命能力的源頭，你當受讚美。誰曾測度你？聖靈奇妙的作為，你的能力不稍縮退，誰都不可與你相比。凡等候你，必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生命能力的源頭，你當受讚美。凡等候你，必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，生命能力的源頭，你當受讚美。